后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伫咧补教界真有名的老师，叫做洪安。10年前，不满着12年国民基本教育紧急来就读，为着要来表达着抗议，伊来报考着国中基本学历的测验，结果考着建国中学，将做建中100年以来上老的新生。但是伊敢若读64天就休学了，今年伊阁来一届。伊要来考今年5月国中的会考，再去报名了。伊讲即届要抗议的是10年过去了，但是滚动式的教育改革也是互学生甲家长真不安。那个主任比较好玩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要来这边签名。”那是考生要做的，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讲说，对不起，我是考生。他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真正无骗你，54岁有够资格做考生的老爸啊，竟然想要做老高因。补教老师洪安透早去高雄上北报名高中会考，这是第10届考高中啊。因为伊对教界愤怒，真正是怒发冲冠。每天都忐忑的，明年我的考试制度、游戏规则要怎么改？这种考试方式是一种凌迟啊。为2007年开始，洪安就剃光头，豪情壮志，上京赴考。头一年调建中无去读，2012年伊陪查某囝做考基测，嘛调建中做参加新生训练。是建中建校113年以来上老的高一生，嘛是全国上老的高中生。因我读64天就无去读啊，即摆佫定来。伊批评讲，即款的教育改革，只是互一寡人财源滚滚赚大钱尔。因为素养导向是把文章拉长一点，考试的时候文章拉长一点。那这种东西对一个国中生来讲，他不知所以然，他会怕。那怕的话，当然就有商机嘛。我刚刚讲的水清无鱼嘛，只要混浊了，我就有商机嘛。今年敢会阁根本提名？伊讲即马考高中，大还阁有志工的时数等等，恐惊无啥物胜算。要么就算已经有会啊，伊嘛要活到老、考到老，甲教育改革的制度写到老。